Hello， 大家好 ，A 兄好家園阿堂。嗱，好多香港嘅老友記咧嚇，翻到大灣區退休買樓咧，都有一個一模一樣嘅心理陰影嚇。咁啊，明明預算係充足嘅，明明咧係好中意咧寬敞舒服嘅大平層，甚至乎咧中意咧帶花園嘅別墅咧，最後就揀咗個咧細細地夠用就得嘅細戶型啦。咁核心一個原因咧，就係驚大屋咧太難打理啦。咁啊，大家個心態我係完全明白嘅。辛苦大半世人咧，終於退休，就係想嘆世界，享福自由自在。咁啊，如果咧買間大屋咧，日日都要掃地、拖地啊、抹窗啊、抹家私啊、收拾呢個花園啊，日日都係耗幾個鐘去搞衞生。咁啊，仲要咧上下樓咁樣去奔波咧，咁啊就變咗唔係養老啊，就變相係真係返工啦。咁啊，好多咧香港朋友咧就同我講啦，寧願咧住細屋咧就慳咗個麻煩啦。就唔想咧退休之後咧，日日困喺屋企咧就做家務，完全咧享受唔到退休嘅生活啦。今日咧我徹底打破咗呢一個港人固有嘅思維嘅誤區。咁啊喺香港嘅生活嘅邏輯完全係唔適合用於內地大灣區嘅。咁啊喺內地咧屋企大唔大咧，同使唔使自己搞衞生咧根本係兩回事嘅。咁啊香港 VS 呢個內地家務生活巨大嘅差距咧，同大家講清楚。點解香港人會有呢個顧慮呢？咁啊，因為咧港人咧由細至大咧幾十年都係喺香港生活，習慣咗咧香港嘅模式。香港嘅屋宇咧係普遍狹窄嘅，咁啊幾百尺咧已經係大屋㗎啦。絕大多數普通嘅家庭咧就想請咧外傭姐姐咁啊每個月咧就要幾千蚊嘅港幣先有人幫你打理頭家、打理衞生煮飯做家務嘅。如果唔請外傭咧，就只能夠咧自己咧日日擠出嚟嘅時間去打掃啦。咁啊細屋咧就已經係好辛苦啦。更唔好咧就話大屋啦、複式啦同埋別墅啦。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咧，所有嘅港人都形成咗固有嘅觀念啦。屋越大就越難打理，退休就越辛苦。但係大灣區咧內地嘅生活嘅配套咧，同香港係兩個世界。咁啊，好多咧未長期定居內地嘅港人咧，完全唔知道呢個隱藏嘅福利。內地鐘點工、家政服務平到超乎你嘅想像，專業到你唔信，根本咧就唔存在咧屋大就辛苦呢一個問題啦。咁啊講到啦，內地嘅家政嘅價格啦、效率啦、服務全面嘅拆解，我哋咧直接咧講最真實、最落地，退休人士最關心嘅價錢同效率，唔講虛嘅。咁首先咧講到普通剛需嘅戶型，100平方左右嘅大三房，係好多港人咧退休首選嘅戶型。咁內地咧專業嘅鐘點工打掃衞生拖地抹塵啊、清理廚房廁所啊、收拾雜物啊，全程咧都只需要3個鐘左右就可以咧搞到企企理理、乾乾淨淨。咁啊重點係價格啦，內地正規嘅平台。小區合作嘅家政咧，鐘點工嘅時薪係極低嘅，平均幾十蚊人民幣1個鐘。一間咧100平方嘅大屋咧，全屋深度清潔總共嘅成本先係咧100-200蚊。咁啊，如果咧你中意咧氣派十足嘅大平層，140至到180平方嘅超大空間咁啊採光好啦，居住嘅質感係直接升幾級嘅。咁啊，好多人咧就驚咧太大搞衞生就麻煩其實咧完全係多餘嘅。大平層全屋嘅深度打掃最多都係4至5個鐘搞掂。咁啊總價咧都係咧200幾蚊至到300蚊。咁啊甚至咧係大家咧心儀嘅別墅咧複式帶花園嘅戶型，大家咧就最驚咧上下樓咁樣打掃打理成個庭院多層清潔麻煩。咁喺內地咧都完全唔係問題。別墅全屋嘅清掃清潔樓層嘅打掃，庭院簡單嘅整潔，成套落嚟咧都係講緊幾百蚊港幣都唔使，就有專業嘅師傅咧幫你搞到咧一塵不染。而且大家咧唔好以為咧平就唔專業。咁啊依家咧內地所有正規嘅家政人員咧自帶全套專業嘅器材，吸塵機啦、專業嘅抹布啦、玻璃嘅清潔器啦、消毒工具啦、除垢劑啦，全部配齊，唔使你自己咧提供任何嘅工具，亦都唔使你動手咧執一粒塵，打掃嘅程度咧絕對係比自己手動去打掃咧係乾淨10倍嘅。咁啊好多老友咧仲有第二個顧慮啦，唔識得揾人就驚咧揾到私單咧就唔專業啦，就驚咧被坑錢、溝通同麻煩。咁啊呢個咧大家絕對放心大灣區咧退休懶人配套真係可以做到極致嘅。第一，線上平台隨叫隨到，
美團啦、58同城啦，各類正規嘅家政嘅平台咧，手機點一點就可以預約，時間你揀服務你揀，價錢透明標價，完全唔會亂收費。咁想咧要每週清潔想要半個月一次，想要每個月都大掃除咧，完全自由安排。第二啦，小區嘅物業嘅管家專屬嘅服務，依家咧大灣區嘅高端嘅樓盤啦、養老型嘅社區咧，全部都係同家政維修嘅團隊長期合作嘅。根本咧都唔使自己喺網上揾自己對比。屋企啲燈壞咗、水龍頭故障需要電工嘅維修，直接揾管家。想要請鐘點工打掃嘅、深層清潔嘅、開荒保潔嘅，一句説話交代呢一個物業，即刻咧就幫你安排專業嘅人員上門，全部咧都係正規嘅有償服務，明碼標價，安全靠譜，有售後，唔會亂加價，亦都唔會咧偷懶敷衍。對於咧退休人士嚟講啦，真正做到出錢就有服務，完全咧唔使自己勞心勞力。最關鍵咧，就算你每個月咧固定請2次、3次嘅大掃除啦，一年落嚟嘅開支咧都遠比喺香港請一個外傭1個月嘅人工即係呢個性價比咧喺香港咧完全都係比唔到嘅嚇。講到呢度咧，大家應該徹底明白啦嚇。以前咧喺香港嘅呢個邏輯啦，就等於係屋細咧就等於省心，屋大咧就等於辛苦。但喺內地退休真實嘅邏輯咧就係咧，屋細咧就委屈自己，屋大咧先至叫養老家務咧完全可以外包嘅、外判嘅。我哋咧辛苦一世退休啦嚇，嚟到大灣區養老嘅初衷係咩咧？就係想要空間大。視野好，住得舒服生活放鬆，唔係想咧再為呢個家務咧去操勞嘅，為呢個瑣事即係而煩惱啦、煩擾啦。如果咧因為咧怕搞衞生咧，即係硬生生自己放棄大平層，放棄咧舒適嘅大空間啦揀翻咧局促細屋先至係最大嘅浪費。退休生活咧最值錢嘅就係時間同心情。幾百蚊就可以咧換全年乾乾淨淨，零家務嘅煩惱，將所有嘅時間咧留俾自己飲茶散步旅遊社交先至係真正嘅退休享福。無論咧你想買闊落嘅大平層，定係咧靜謐嘅別墅完全咧就唔需要咧糾結打掃嘅問題啦。內地平價嘅專業嘅家政咧已經係幫你解決晒所有嘅後顧之憂。總結一句，喺大灣區退休買樓，打掃衞生咧，從來都唔係大屋嘅缺點，只係大家未習慣內地嘅便利生活。唔好用香港嘅生活嘅標準咧，局限咗自己大灣區嘅養老品質。預算充足嘅前提下咧，揀自己中意、住得舒服嘅戶型就 OK。所有嘅家務瑣事咧，全部都係可以輕鬆外包嘅。如果大家咧仲想知更加多港人大灣區養老生活嘅技巧、買房避坑、本地便民嘅福利，記得點讚收藏關注。下期咧我繼續咧同大家拆解大灣區專屬嘅退休嘅優勢，幫咧所有香港嘅老友記咧喺內地過上輕鬆自在、零煩惱、神仙養老嘅生活。下期再見，拜拜。